海地產真係玩完啦，大佬們唔好再發嗰啲水人嘅視頻啦，你咁樣啊，只會搞死晒啲外地人，同埋咧對啲珠海樓市唔了解嘅客戶。呢排啊，成日有客戶粉絲問我呢個係唔係真㗎？總價50萬買珠海10字門，總價90幾萬咧就可以買一大百幾方嘅海景大平層，120萬買灣仔豪宅，仲要話係細房添。仲有更離譜嘅，總價150萬買金灣嘅獨棟大別墅啊，200萬就可以買到拱北關口嘅大平層。一到人哋問到個項目嘅時候咧，你要叫人哋留電話或者係私信，又或者咧將個評論區啊隱藏起身，收埋。但凡啊係對珠海樓價有啲認知嘅，佢都唔會上你當啦。驚就驚在有啲人咧衰貪心，明知係假嘅，覺得咧最多就係俾人哋呃個電話啫。到最後啊，要麼咧就俾人哋點咗去郊區，要麼就俾人哋水咗去買嗰啲公寓。好彩嘅，你最多咧就係浪費咗一次時間。大鑊啲嗰啲咧就糊裡糊塗啊，落埋訂金嗰啲啊，真係後悔都冇藥晒。其實咧好多普通人捱咗半世，揾埋就得個幾廿萬買呢層樓啊，可能就係成副身家啦。真係希望平台咧能夠出台一啲規則嚟去規範啊呢個行業嘅亂象啊。有時候咧又怪唔到平台嘅，因為講真話嗰時候啊冇人睇，講大話嗰啲咧流量啊就偏鬼死咁大，所以咧依家啲視頻啊就越嚟越瘋狂啦。唔知屏幕前個朋友啊，你哋咧有冇俾呢啲視頻呃過呢？